今仔日是专工来会你的昆仑道法，请出刀。少年啊，老夫以你素昧平生，并未得罪过校，何况我稳基多年，我无想要甲过校做一种无为之斗。我已经找你几落年，但对今仔日会当见到你一面。而我今仔日的拼斗，是袂当互你家己注意袂甲毋的。过校口气，好亲像老夫，甲你有啥物亲仇大怨？收是无，也毋过恨已经积点我的心肝内有5年咯。过，老夫5年前就退伍了，过后分将何来？为一家前经，互你害甲家破人丧，家父前经为你写法出家，甘讲这还阁无够分心。令尊是何人？饲英坤，仁爱山庄的庄主。王着，你是饲培兵。乾坤的庄主。你想起来无？5年前的9月15迄一日，在断婚夜，是阮饲家伫你害你家父离子散悲痛的日子。今仔日在洛阳山林谷，是你大行清自废武功的时候。地龙加水，这招式是40多年前两门大侠的动门秘招，莫非你？无对，杨门大侠就是家师。两门大侠40多年前就退伍，无人知影伊的去处。你，我是会叫人的机会去当着，已经收我为徒了。免讲，紧出刀！退伍多年，并无带武器。如果你若是要杀我，就请动手。你以为安尼我都唔敢杀你是？我已经连卖无用，死力不堪。好。今仔日就算我背掉，也毋过你也会记，1个月后的今仔日，我还阁会来找你，你量早准备。蔡好呀，蔡好，蔡好，蔡好，老师啊，你就是伫遮，我找你几晚单。莫甲我砸啦！我点点才想一时啊好。你想啥？想我啊！我即马是毋是咧失恋？失恋？无成呢。哦，啊，你最近哦，食比别人较狂啊，困比别人较晚。当你这型的，敢有生失恋？嘿，我嘛有安尼感觉了。我即马毋知咱哪会遐高食，搁遐高困。暗
毋过人讲这反常呢，安尼就烧做失恋啦。我敢若毋捌听过这款代志。差不多的，人足爱烧风的了。你想，我敢一丝希望都无？啊，那你哦，完全绝望啊！处事当前，敢有卡死？卡死！啊，小王前几工哦，毋是足坦克甲你呛，哦，你还搁伫咧戆想哦？我看你这个凊彩话配我这个差不多。那咱两个哦，行做伙会用讲是天下间一对的绝配。干嘛呢？是啊，你小看，你小看咧，你已经30桶头出去啊了。哦，啊你还无想要紧嫁，你想要做老姑婆哦？哦，安尼好，你规日留咧做老姑婆，后摆哦，你含机会都拢无。哦，啊若听你安尼讲，这声毋就看你啊咯？嘿嘿，猜好咧。你看，我这条破链哦，虽然无值钱哦，也毋过我这个一年哦是无价了。哎，你是毋是甘愿要我甲你哭咧？啊！你用这条链啊，就要甲我箍喺我阿妈棍咯，啊，毋是一个箍狗安尼甲我拖咧弄。莫讲甲遐歹听啦，这真正我是一分的诚意的了。还有，凊彩好啦。要就来个，来，我甲你哭咧。金小姐，你哪会来这？哎呦，拜托的啦，你什么时阵早唔来，晚唔来，偏偏在这重要关头你才来出现。啊，季小姐，你敢知影？我差不多等这个机会哦，是等偌久，这是足宝贵的了。前对不足，请你莫见怪。咱要见怪嘛袂赴啊。哎呦，季小姐，你毋是转去中义山庄啊？我今仔日是专工要甲小凤讲2项秘密，秘密是什么秘密呢？是阮阿兄甲杜雅英的代志。家英甲家良是安怎？大哥啊，亲爱杜雅英，雅英对伊并无情，新婚只是风明明，杜家老爷月笑声。阴阳既然地温明，不管有情胜无情。如今岁节拄着奇无用，小风绝不分良兄。大哥。大哥暂且无记声，且听如玉冰下情，因两个成婚5年整，5年夫妻空挂名。这边哪有可能呢？起初愈摇也不相信，后来木头事是真。因两个日间虽然真接近，也来分房各自。
你亲目睭看。迄一天，阮阿兄带阿英转来强义山庄，迄一暗，我因为思念小环伫咧后院徘徊，突然间我看到阿嫂阿英的房间灯火通明，而且我传出哭声，我一时好奇，行过去甲伊看卖。我讲实在真可怜，家己一个伫咧山阴国，是要安怎过日子？我要来去找伊。我会带你去找老大人。咱要倒转来，要离开前去倒，你甲我讲要带我去找阿公，你哪阁带我倒来中义山庄？阿英，要去洛阳山阴国，必须要经过中义山庄。敢讲，咱已经倒来到家己的厝内啊，又搁无爱入来看看。何况小妹如玉已经倒来伫厝内啊，为着令小环之死，伊也非常的伤心，每一天拢是以泪伫咧洗面。我这个做阿兄的人，甲伊安慰几工啊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既然你要留踮咧厝的安慰如玉，啊无我家己一个来去就好啊。阿英，袂用家一个人去山阴国。为什么？咱两个人的代志，哎，必须咱两个人当面来去向阿公说明。说明？说明咱两个人是亲戚。阿公伊爱你呀，不想命，伊托我照顾你众生啊。
知，你总是明白我的意思吼。大爷，已经3更啊，你较早休困一下，我也要倒转来厨房啊。听恁讲的话，我拢已经有听到啊。阿嫂，既然你敢拢有听到，以后你毋免搁再叫我阿嫂，也毋过小芳也是我的阿兄。大哥，我句句的话拢是实在，谁敢会相信我？我相信你的话，也相信纪家良的话，更加相信秀英阿勇。伊有一个不平的心，对无？我一个听到恁即马讲这个话吼，我才知影讲爱情确实是足伟大的哦。有影是无价之宝。对啊，就参像讲像我吼，对待你一片的真情，才价值30年。安尼就真济，无要价值偌济啊，差不多啊。嘿，还差倒呢咯。差不多，准备出发，小芳啊，无你是要倒？到洛阳山阴国找迄个姓杜的你要找杜家英哦？杜向清。哎，大啊，脚酸啊咧，我讲这小休困了无？休困。哎。阿爹，冲江河也是去昆仑岛所产的，强力整体长的社会想袂到，为着一个小小林小芳，阿爹杀了军机，咱众三兄弟死的死，逃的逃的。现在咱正气长也变成空屋，咱兄弟也都出来流浪，过着一款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本来我想讲哦，从阿英嫁予纪家良，伊会替咱杜家拼生死，想袂到纪家良有影。人凌小芳得到无名氏的真传，纪家良那是伊的对手啊。再讲，你若莫带两家兄弟，甲楚江大刀去杀凌小环呢，也袂结婚。凌小芳开杀界，纪家良毋知抽手旁观。大哥啊，哎，这事到如今，你讲这个话有啥路用啊？这个祸拢是你遮来，也若无呢，凌小芳无得靠，伊会念在阿爹拥有数十年的恩情，伊无得靠伊的。伊会安那？伊都袂找咱啥？即摆若去找着阿爹，就上介好啦。啊，都毋知伊老大人哦，稳基伫咧什么所在？你是想讲找阿爹出来，要叫阿爹来对付凌小芳是？要无阿爹哦，凭你甲我咱两兄弟啊，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啊！啊，敢讲哦，咱都在咧等凌小芳来杀咱？哎，大，你敢知影讲阿爹有啥物至交的朋友？
无定伊知影阿爹下落。是。若知影阿爹伫咧什么所在哦，从这一切情形甲伊讲，互伊知影者，将昆仑岛交互阿爹，无定就嘛会当来对付凌小凤啊！我想到啊！啊！阿爹有一个朋友，叫做司马端。司马端，对啊！司马相公是阿爹一生中所交的朋友唯一的文书啊！也毋过这个人淡薄名利。我有听阿爹敢若伫咧讲，伊已经稳居20年啊，在洛阳山阴国。对，司马相公一定是知影阿爹下落。大，咱不妨来去洛阳山阴国找伊。山林国决斗，不管胜负，我必须爱互大行星手举昆仑岛，安尼才会当讨回5年前伫断分崖所受的体力。你果然无互我失望。今日大某若是无来赴约，4姑娘，你敢会甘休？哈哈。不愧是正气堂的堂主，江湖上的前辈，一落千金，令人敬佩。不敢当，4姑娘，请动手。这里。啊！昆仑岛？对，是晚辈特地甲你送。你，大行星，请出手。